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1月19号。这一期我们聊一聊叫进口原研药去年年底，媒体发现咱们医保集采的时候有很多外国的药品，还有一些进口原研药纷纷从那医保的名单里面退出，引起大家的关注。最近上海两会期间来自医疗界的政协委员基于临床实践提出一些专业的意见，坦言某些集采药药效不稳定，呼吁给原研药留出通道，并且说麻药不睡，血压不降，泻药不泻。上海政协委员忧心集采药物疗效不稳。据说有的人去门诊做手术向医生拜托打最大剂量，就是麻药，结果还是疼的直流汗，下了手术台让医生看，这个患者额头都疼的全是汗，中间还补过几次麻药，这个就是麻药不睡，血压不降，泻药不泻。这些观点都不是杜撰的是媒体报道，是由20名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关于在药品集采背景下如何能够用到疗效好的药物的提案。其中这个提案说到，我们在临床实践中发现某些集采药的药效不稳定，特别是血压高、糖尿病药物、内镜检查、肠道准备泻药、麻醉药，在临床使用中经常有反应药效不佳的情况，有些往往加大药量也不起效。面对如此情况，医生很无奈，因为没有选择权，向上反映也没有渠道。那这是20名上海的政协委员，他们都是来自医疗界一线的这些医生，他们的建议。这里也顺便插一下，我去年7月份做这个应该是胃肠镜，我选择的是叫无痛，无痛实际上就是麻醉，我不知道要用的什么药，我也不太清楚，反正效果应该是很好。医生跟我说这话，后面我就不知道了。等我醒来的时候，检查都结束了，没有什么感觉。咱们还是说到原研药，那上海两会期间，这个提案的主笔人，上海政协委员瑞金医院普外科主任郑明化，他就接受了财新采访，用麻药不睡，血压不降，泻药不泻来形容这个现象。大家看视频。在国家的这个药品集采的背景下，因为确实是把价格压低了，那么对于医保的老百姓的负担也是起很大作用，但是也带来同样另外的问题，在这么价格低的情况下，这个药物质量可能不稳定，所以老百姓会或者我们医院的医生的感受就是，比如说抗生素过敏血压不降麻醉药病人也不睡比如肠道准备的泻药不泻或者量不够，那么这些都是一个问题。那老百姓特别是一些慢性病或者肿瘤病人的药如何能够获取？第一个提高质量，那这个是我们大家都会讨论的。从老百姓的角度，我建议就借鉴西方国家的一些经验，比如药都可以进入医保目录，那不进入不行，一定要进入医保的目录，它可以保证一定合理的价格，还有质量。第二个呢，我们报销比例、分担比例不一样，比如说医保可以报销基本的，根据进口的还是国产合资的，还是疗效比较好的，你可以给他一定的比例的报销，让老百姓还有一个渠道。我通过自费，但是医保又负担一部分，能够享受到好的原研药。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相对个体化的，比如说医生根据病人的一些条件，可以开出来一些原研药，像罕见病有原研药，那么这些慢性病还有肿瘤的，那这些呢就是一个操作层面的一个医保可以打申请报告。如果按照比例呢，几乎可以在所有的领域都可以做。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医生层面要给医生的选择自主权，然后把药物的一些疗效和副作用有一个上报的渠道，这个国家法律层面其实都有，希望我们有一个渠道可以上报，而且可以公开透明，使大家都知道哪一种药确实是好的药。那对于以后的我们的集采，给它的一个集采的价格，我觉得会起非常大的一个。根据郑明华的介绍，自己的父亲长期高血压，以前一直使用原研药，但最近社区医院给他换了一个药，说给我打电话，血压一下子到了180，他要我到医院帮他开以前的药。他自己也长期服用高血压药物，叫洛活喜，但换了国产药后，1粒降不下来血压，需要2粒，但
但他说明书说的就是伊利。他父亲以前用的叫洛活喜，叫苯磺酸胺氯地平片，是辉瑞开发的降压药。也就是说，辉瑞的药伊利就管用，伊利就是伊利。但是换了药之后，不知道什么药了，说明书说是伊利，但是必须要吃2粒。在临床实践中郑明华关注到更多类似的情况。他本人是外科的主刀医生，发现高血压、糖尿病药物以及外科需要的抗生素、麻醉药、泻药都存在药效不稳定的情况。我是外科医生，过去用合资或者进口的麻药算得准时间，现在就算不准。他说麻药不睡的，本来用1支，现在用3、4支才能睡着。还有抗生素过敏的问题。郑明华介绍目前临床使用集采的抗生素药物，不管是静脉注射还是口服，都需要做皮试确定患者是否过敏，可能是有杂质或者工艺上面有问题，也可能导致过敏。皮试一旦阳性，对患者是极大的打击，没有人会敢开抗生素给你用。所以这些政协委员他们提案呼吁给原研药留出通道，保证患者换取原研药的权利。问题出在哪儿？问题还是出在集采。为什么国外的药，为什么原研药，为什么外企纷纷退出？这个我没有仔细去研究，但是我分析判断，通过常识，我认为应该是我们的集采导致这个价格内卷。那些外企原研药，他们的利润恐怕就没有办法扛得住，被卷的没有利润。而那些国产的药，比如是仿制，那它价格可以做到最低，它可以卷。或者我们换个说法，就是在集采的时候，为了追求价格低，导致劣币逐良币。那你仿制的药，那价格肯定可以做得更低。刚才大夫也说了，质量不稳定，因为你里面有杂质，导致皮试的时候人家过敏有反应，不是真的过敏，而是你那个药有问题，这样导致进口药、原研药纷纷退出集采。你只要退出了集采，作为患者你就很难用上这个进口药和原研药。从长远来说，通过集采把一些过了专利期或者是有一些成熟的药品，它价格降下来，这也是迫不得已，也就是不得不做的事情。这个最近这个基本医保基金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支付压力，支出增幅高如收入增幅，叫入不敷出，甚至有相当一部分统筹区出现长期收支不平衡，也就是医保基金面临穿底的风险。根据统计，2023年9.6亿参保人的居民医保收入是10569亿，支出是10457亿，也就是当期收了这么多，当期付出去这么多，勉勉强强平衡了。这么多年来，国家医保局启动国家审计省级集采以来，通过挤压药品流通环节水分，5年多来9批集采累计为患者节约5000亿元。节省资金的背后，是中国扩大低收入群体在高血压、慢性病领域能够吃到便宜的国产仿制药，而节省下来的医保基金一部分依旧转向了价格更加高昂的通过药品谈判的创新药上，也就是所谓的把好钢用在刀刃上，该节省的地方节省，该花的地方花。这个做法是没有毛病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初衷都是好的，但实际操作起来问题是五花八门。这个南方周末去年9月份有一篇报道，叫一款网红原研药竟在公立医院消失了。他说2024年9月初，随着各地学校开学，呼吸道传染疾病有所上升，不少患儿家长发现一款儿童支原体肺炎的常用药物不见了，一些公立医院只能开出国产阿奇霉素，没法开出进口阿奇霉素，叫西舒美。这个阿奇霉素最初是由南斯拉夫，现在属于这个克罗地亚，1980年研发，美国辉瑞公司后来获得阿奇霉素全球开发权，并将其推向全球市场。国内已有石药集团、葵花药业、普利制药、华润39、联邦制药等一批企业生产国产阿奇霉素，知名度和销量均比较大。阿奇霉素上次出圈还是8个月前，2023年底支原体肺炎大流行后，拥有进口原研、全球大厂等光环的西舒美被不少博主写进了务必认准的家庭必囤原研药清单。这样一款早已实现国产替代的老药，在网络上引发如此多的质疑和讨论，挺让人惊讶和意外。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价格招财室主任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南方周末记者发现，在集采挂网依靠医
医保考核等因素作用下，一些原研药确实从公立医院减少乃至消失。不过，这些消失的原研药有战略调整主动退出，也有丧失竞争力被动出局，但仍可在院外零售电商渠道自费购买。比如罗氏制药的明星产品西罗达，用于治疗结直肠癌、胃癌以及乳腺癌基础药物，因为中标而陆续退出公立医院。还有很多知名药物均有类似情况。根据专家的说法他说在医疗经费有限的资源约束条件下，进口原研药并非消失，而是在进行一种结构性的优化调整。专利到期后，集采中选的过评仿制药大批替代原研药，省下来的钱给到更多创新药。他说这种药品专利悬崖是一种必然趋势，全球都一样。按照专家的意思，原研药这些进口药退出医保，退出公立医院，这是个必然趋势。至于麻药不税，血压不降，泻药不泻，这个也没问题。专家的意见同样还是上海。我们再看一篇报道，大家看视频。我们来转换一个话题针刺麻醉通过将中医的针刺技术与现代的麻醉技术相结合，让很多高龄以及麻醉有高风险的患者得以安全手术。昨天，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见证之下，针刺麻醉年手术量突破1万例的上海岳阳医院，牵头全国68家医院，在上海成立了国家针刺麻醉临床研究联盟。这项一度濒临失传的中医技术，今年开始将会在全国范围推广。2024年，岳阳医院针刺复合麻醉新技术为1.3万名不能耐受麻醉药物的特殊人群创造了手术机会。治疗范围涵盖心胸、颅脑、颈部、胸腹部、盆底部和四肢等等。在这台肺结节切除术中，医生在患者的小肠经、胃经、心包经、三焦经等穴位处施针，并通过电刺激达到 80% 的麻醉功效，剩余 20% 通过静脉输入西医用麻药。这就是上海医生团队通过20多年的不懈研究，将古老针刺技术运用到当代手术领域的传承创新成果。他很多的麻药都省掉了，麻醉剂也不用了，而且没有气管插管，他的肺部感染也没有，所以抗生素也不用了。在这个监护室待的时间就会缩短。国家针刺麻醉临床研究联盟涵盖综合性医院、中医类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共68家，其中综合性医院达到了23家。各家医院将按照上海岳阳医院研究制定的临床手术路径和技术标准规范，围绕优势病种开展学习培训，为今后开展高质量的国内多中心临床试验奠定基础。记者周文运报道。这中医的麻药疗效也不错，你看看，一边是上海专家说麻药不睡，泻药不泻，一边是上海电视台报道中医药在麻醉这领域取得了成就。我刚才已经说了，原研药、进口药、外资的这些药企纷纷退出集采，我认为主要原因恐怕就是没有利润。没有利润什么意思呢？那就是面对集采，你那些仿制药它的价格肯定更低，还可以做到更低。在这种竞争之下，那人家就要退出，没有利润了，劣币逐良。那最后患者有福，所以你只能用这些仿制药。至于麻药不睡，泻药不泻，血压不降，也是必须付出的代价，因为你毕竟不是老干部，你的医保卡不是红色的。我在想如果集采这么搞下去，医保如果这么推行下去，以后公立医院恐怕真正的能成为韭菜牛马的医院，里面全部是国产药、中成药，价格可以控制到比较低，但是疗效你就不要过多要求。有人说，那我这个特殊口药我要原研药，那可以私立医院或者是外资医院。也现在你看咱们医院已经向外资开放，你看给你患者用原研药或者进口药，门堵上了，但是他给你开了一扇窗户，外资医院应运而生。下很多人恐怕就明白了。我记得去年说以后允许开外资医院，很多人不理解，认为这样或者那样。现在你理解了，以后不光是药品，以后医疗器械也会国产化，也就是咱们以后的公立医院从医疗器械到药品，甚至到医生全部是国产化的，这样把它价格压到最低。然后私立医院、外资医院从设备、医疗器械、药品，甚至到医生就是市场化的，有可能请的是德国的专家或者日本的专家，买的是德国的设备或者是美国的设备。那个大夫虽然是中国人，有可能是在德国、在日本或者在美国进修的，以满足不同的群体的医疗需求。你想自费，你有这个钱承担，那你就去外资医院或者去私立的医院。你说我要免费医疗，我
要报销90%，那你去公立医院享受中成药麻醉，对很多人来说不是问题。很多正能量来说，小粉小他们愿意这样，在我们同时实现中国和美国医疗的这种现象。最近不是小红书中外网友对战吗？对出美国网友发现他们做一次 CT 好像说$2000吧，或者$900，咱们做一次 CT 好像是200块，大概这意思，差距比较大。正能量小粉小红，对吧？也就没有必要一惊一乍的，因为马上在国内就要实现了。你到公立医院拍个片子就是200块，但是你要到外资医院，你到那个私营医院去，恐怕就是要900块、1000块。到时候家头老师一生病，问他去哪个医院看，这家头老师肯定义无反顾的选择去外资医院，哪怕价格贵5倍，他也要去，因为惜命，因为他知道自己还可以抢救一下。去公立医院虽然花费低，但是不靠谱，万一3针中成药的麻醉剂打下去，不管事怎么办？所以说这个事情怎么解决？你看，从医保基金来说，这个做也是对的，它降成本，要不然总有一天这医保基金出现大窟窿，没钱了，这肯定不行。一方面呢，又要保证绝大部分这个患者的需求，每个人身体不一样，体质也不一样，你那个仿制药可能对70%人管用，对30%人恐怕疗效就不好，那怎么办？所以我认为医保在集采的时候，它的评价体系是不是还不够完善？也就是价格权重是不是太大？因为我没有参与过医保的基金的集采，我也不太清楚，它是价格是唯一的指标，还是说是它有好几个指标？如果是好几个指标，那是不是价格这个指标权重太大？如果你这个权重太大，那很多仿制药它就非常有利。按照咱们流行的说法，性价比要最好，就是价格低，但是这个药的疗效可不能下降。在疗效一样的情况下，谁的价格低用谁的，你不能为了降低价格，你对疗效也降低了。所以我认为这是第一个原因。通过这个对集采这个条件优化，怎么样能保证有很多这个原研药，对吧？尤其是被广泛使用的，应该留在公立医院，能够为普通患者使用。第二种，有人说，那能不能让一部分人使用原研药？也就是说，原研药容许留在公立医院，但是不是普惠型的，就不是所有的这个患者都可以用，你得有医生来决定，有医院决定，这个也是个办法，但是它会造成特权，也就是以后公立医院 ICU 病房都在用进口药、原研药，其他的普通患者你还是用不上，你还得用中医麻醉剂。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的核心还是在怎么样完善集采药的各种指标和评价系统，不能唯价格论。另外大家都知道，咱们前提条件是医保基金它要节约费用，它要收支平衡，所以它要压这些集采药的价格，把原研药、进口药压出了公立医院。那还有一种思路解决医保基金入不敷出的这个现象、这个问题，那就是医保基金在该节约的地方要节约，该花的地方要花。那什么叫该节约的地方？你比如说特权阶层，那些老干部 ICU 病房一住1年2年，一天抢救费用几十万或者几万，各大医院里面的干部病房能不能撤销？那些是谁花钱养着，对吧？这个地方如果你节约一下，那省下来的钱恐怕比你把几家这个原研药给挤出公立医院，那省下来的钱多得多。第二个部分就是医疗系统的腐败，对吧？怎么样把这医疗系统腐败给堵住？那节约下来的钱也比你把几款药赶出去要多得多。所以我们支持这个医疗系统它要改革，集采、降低价格，这些都是必由之路，但是要多管齐下，把你医保基金这个浪费的大头找到，把里面的每个窟窿都给堵上，这样才能节约出更多的资金，为这个普通的老百姓服务，为这牛马服务。这牛马有了个好身体，才能持续发光发热，才能持续做贡献。最后再闲扯几句免费医疗，就像取消公摊一样，我看每次人一提免费医疗，有很多人很激动，很多人高呼着要免费医疗。免费医疗这个词和取消公摊一样振奋人心，但是我们要搞清楚它的本质。如果不降低医疗水平，不降低韭菜就医的这种各种条件，在这种前提下搞免费医疗，咱们举双手欢迎。就怕打着免费医疗的旗号，我们实现了免费医疗，但是牛马韭菜你根本就看不上病，排队等着。现在就一个集采都已经搞得鸡飞狗跳，麻药不麻，泻药不泻，牛马已经苦不堪言。所以说我们要避免掉入口号的陷阱，我们要看本质，本质就是我们要花最少的钱，要得到最好的医疗。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